耶和华，我捌求叫你，求你紧紧临到我。我求叫你的时，愿你暗耳讲听我的声。愿我的祈祷亲像香摆伫你面前，愿我的举起手亲像下黄时的祭司。咱即时要相甲的吟诗圣诗172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请会友起立来吟。请坐，咱即时要阿头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阮正信的兄弟姊妹，伫新春的时，用欢喜、感恩的心要来朝见你。阮知你是掌权宇宙万物的主宰，也是赐予阮平安喜乐的源头。主啊，伫今年旧历过年，本是家家户户团圆欢喜的日子。却是伫中国武汉爆发了肺炎的病毒，造成了几百人的死亡。病毒
传到世界各地，嘛传染到台湾，造成了人心极度的不安。主啊，阮即时要特别为着武汉甲其他的重灾区来祈祷，因伫遐有真侪惊吓、担心、混乱中间。主啊，阮要伫你的面前安尼宣告，就是大水泛滥的时，耶和华上帝，你犹原掌权做王。即时你嘛要伫重灾区来掌权，求你来怜悯、保守、带领因行过死荫的幽谷，帮助世界各地会当度过即届难关。主啊，阮即时嘛要特别为阮家己来祈祷。台湾即时嘛笼罩伫武汉病毒的阴影内底。主啊，若是阮有啥物得罪你的所在，求你来光照阮，互阮来到你的面前，会当抓到你的应允。你讲，当阮拄着困难的时，阮才会称做上帝名下的子民，就是阮这基督徒，就爱谦卑家己，祈祷祈求你，活动离开迄个歹，你就要伫天顶听阮的祈祷。主，你捌应阮安尼讲，你是阮逃闪的所在，是阮的山寨，是阮的上帝，是阮所倚靠的。你要用你的实果来安阮。因阮要秘伫你的实地，你的诚实是大势盾牌，阮就无惊民间的惊吓，也是你是咧背刺，也无惊黑暗中流行的瘟疫，也是伫中道灭无人的毒症。因为耶和华你是阮逃闪的所在，也是招灾的袂抵到阮，瘟疫也袂近伫阮的步边，因为你要为着阮吩咐你的使者，互伫阮一切路上保护阮。主啊，阮感谢你，愿你的应允成就伫阮的当中，保守阮伫这病毒流行的期间，伫主的内面一切拢平安。主啊，阮即时要顺着感恩的心，把上帝你互阮的时间，赶紧去报扬福音的成绩，互侪人会当得救，进入上帝国，得到永远的活命。主啊，阮安尼祈祷也是无够额，阮即时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祈祷。咱即时要来启应，启应文记载伫启应文13篇，记载伫圣诗后面第19页。我来启，会众来应。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尔定。直到你讲话时显明作义。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求你用牛膝草洗我。求你洗我，求你互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用你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
我着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心。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就会看见伊。咱这时要继续来唱圣诗40首，我心敬听主耶和华，咱请起立来吟。请坐。咱这是圣妇女合唱团要用俄罗的诗歌继续来敬拜咱上帝。因为唱的诗歌是感谢的诗。我的主，我来年迈主，年老。
感谢妇女合唱团用这水的歌声传咱来敬拜上帝，将一切荣耀归于主。咱即时要三角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马太福音13章31到32节，现代中文译本23页，台语和日本16页。我即时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31节。耶稣对伊讲另外一个譬如：上帝国亲像一粒挂菜种子，人若甲伊种伫田内，这种子比其他一切种子拢较细，等伊发起来，却比任何菜色拢搁较大。伊成做一丛树，连飞鸟嘛要伫伊的基顶来做寿。今仔咱本堂的主任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教会上帝园地，愿上帝祝福耶话，愿上帝祝听耶话，做照安尼去行的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等下礼拜结束了，咱要继续召开好会。好会上个主要的目的，就是爱思想过去一冬咱所领受的恩典。献上感谢的祭，同时也展望未来一冬，咱安怎继续顺服上帝的心意，来推动合理上帝心意的事工。所以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教会上帝园地。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你有设立少年教会。互阮领受一极大的祝福，主啊，阮诚做少年教会一部分，阮求你教阮三甲之地，互阮会当清楚看见你伫阮中间的心意，也照安尼去行。求主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来激励阮、帮助阮。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伫进入今日的主题进前，牧师要甲大家。简单来分享这10冬来咱少年教会的一寡改变。咱伫硬体顶面有一寡改变。咱伫2016冬的时，咱有伫新增的所在有设立这新增的社会福利这中心。咱拢知影这所在即马现主时嘛做真侪真好的事工。咱伫2019年，咱有做隔壁。这109号的所在，即马也有真侪事工伫遮咧推展。咱伫去年底，咱就有一个计划吼，伫今年会开始进行，就是咱伫三芝安养中心迄个所在，咱来起一个多功能的即个活动中心吼。这伫5月份的时阵吼，咱会特别请。咱有一个社福主任，咱会特别来报告即个事工吼。所以咱的硬体部分，咱有不断的扩展，得为着利益真侪人为着推动这个事工。咱等下咱若有来参加好会，咱拢会摕着一本好会手册吼，内底有几项数字，牧师甲大家分享。伫这10冬来，咱的礼拜人数吼，咱有成长。咱伫2018年吼，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年度吼。因为咱伫这冬，咱聚会的平均人数突破1000个吼，咱是1012个吼。但是咱伫去年，咱有更较大的进步，就是咱去年的平均的人数，就是52礼拜，咱来平均，咱4顿的伫咱这所在4顿的礼拜，咱来加起来，咱的平均的人数是1050人，所以咱伫即个去年即冬吼，咱伫平均的人数顶面，咱有增加38人，这就是咱其实咱爱来，那就是讲咱因为这是一个平均的人数，所以你爱来乘52啦吼，就是表示咱去年的人数吼，咱会有增加遮尔济人吼，所以咱有伫人数顶面，咱有咧成长。咱伫设立的部分吼，咱嘛是。这7冬来，上介济吼，但是咱抑个你若要比较10冬来，咱去年是
第3名啦吼。咱伫2010年的时阵，咱有洗礼人数是上界济吼，但是咱旧年咱是这7档来吼上界济一档吼，咱有70个成人洗礼，有18个即个小儿洗礼，有12个坚信礼，然后有14位是信用个别是对外教派转入来。或者是咱这数字，互大家了解。吼，咱伫去年其实有进步。吼，伫奉献的部分，吼，咱来看。吼，奉献的部分，咱伫去年，吼，咱有一个突破。吼，咱正式咱的信徒的奉献是，对经商会的奉献啦。吼，这是对经商会哦，对外的奉献扣除。吼，就是咱对内。去经商会奉献，咱有突破3000万吼，所以咱去年咱有奉献是3706万吼左右吼，所以咱会当理解来讲，咱去年吼比前年吼，咱的奉献加200几万吼，这是咱有一个突破。当然，咱的人数有增加较济，所以咱的奉献有增加较济，这是牧师互大家知啦吼。就讲这10档来。其实咱的教会有咧改变，有咧进步，吼，这拢是上帝的恩典，也是真侪人有真投入咧推动真侪事工。咱来感谢上帝，详细伫新的一档，牧师望咱继续来关心教会的各项事工。今日的经文是耶稣基督所讲一个譬喻，这譬喻是天国的譬喻。耶稣基督安尼讲，讲天国好比一粒挂彩种子，人将伊种伫田里。这种子比其他一切的种子拢较细，但是听候伊大长起来，却比任何的菜色拢较大。伊成做一丛树，连飞鸟也伫伊的树枝顶面来搭树。咱直接讲这挂菜吼，咱来理解就讲巴勒斯坦的挂菜，咱翻译做挂菜这个字吼，甲咱台湾的挂菜是无共款。吼，伊是无共款品种的食物，吼。伊这个挂菜为什么会翻译做挂菜？吼，我唔知什么原因，但是我会当想象可能是吼，因为挂菜这个芥菜吼，这个芥吼，伫咱中文的意思是美食的意思啦，吼。比如咱讲一介草民嘛，吼，就讲一个真美食的人，吼。所以吼，因为这个经济真美食，所以来翻做挂菜，可能是安尼啦，因为伊甲咱普通咧食的这个挂菜是无共款，吼。伊是咱这个所在是无即款的食物吼，但是伊伫约旦河畔吼，是约旦河畔是真普遍的吼。伊即种菜吼，伊种子真细，但是伊来种做了吼，伊会当真大丛吼，甚至亲像一丛树啊同款吼，所以伊会当生长到差不多3-4公尺遐尼悬吼。所以马太福音书第32节讲，伊会成做一丛树。因为伊确实就是一丛树，伊会生出真侪种子，有一种鸟啊叫做金鹰，这种鸟啊吼，伊真爱食这个挂菜籽的种子，所以耶稣讲这鸟食吼，这飞鸟会伫这挂菜树顶面搭树，这是有道理的吼。所以咱袂当用咱今仔日所食的这个挂菜来想象这个比喻，吼，伊是无共款的食物，吼。但是而且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讲。伊讲，伊用一个种子的微细，到后来大长了，成做一丛大树。用一个强烈的对比来说明讲，上帝国一开始吼，可能是真微细，但是到落尾会大大开展，超越过咱人间一切王国，甚至连飞鸟，飞鸟才是咧讲外邦人，咱等下看这段经文吼，连外邦人也来加入，所以咱要透过耶稣所讲的这个譬喻吼。来思考教会发展的要素，因为这虽然是咧讲天国，但是咱会当来批评这教会吼。教会发展有几个真重要的要素。第一项就是经济。经文中间吼对咱讲，天国好比一粒挂菜种子。伫挂菜种的这譬喻中间，咱知上帝国咧展开的过程，一开始是微细，可能人。看清看袂到，但是因为这粒种子吼，伊是有生命力，所以伊展开出来的结果是非常大的，非常惊人的。好亲像吼，咱看见着耶稣咧传道过程中间，
一开始咧军队的门徒真少嘛，但是后来哪来哪济。当耶稣对世人中讲话了，信徒佫集中起来，一直传播到今仔日，全世界有遐尼济人咧军队耶稣基督。所以一开始是微细，但是后来会扩展真说真大。对初代教会到今仔日，咱看到就是安尼。因为上帝国伊本身亲像这种种子，这种子毋是死的种子，是有生命力的种子，是会成长的。所以一开始真微细，但是后来要成做伟大。咱看见着咱双年教会嘛是同款。咱头起设立伫即个马街病院边仔，其实是为着马街病院的医生、即护理人员以及即个当时的宣教师，因认为讲需要有一个讲义所来传讲上帝的福音，传讲上帝的真理，所以被设立头起是微细，但是这100年来渐渐扩大到今仔日的规模。所以这就是因为这条经济是有生命力的。咱理解吼，今仔日吼，咱政治经济将来要修成吼，甲这经济的品质有真大的关系。有一寡经济有强，阁有它的生命力，伊就大长起来，会结实累累。咱今仔日吼，咱讲台湾实在是有真侪值得咱骄傲的所在吼。咱即马岔开这个话题，咱来看最近咧防疫这件代志吼。其实咱真正爱在咱第一线咧替咱把关的这防疫人员来鼓励吼，爱来支持，因为咱确实吼是值得咱骄傲，因为咱咧观察讲全世界吼，差不多无一个国家亲像咱做了遐尼好诶吼。搁另外，咱来理解讲，咱台湾的农业技术是世界一流诶吼。现代农业科技吼，生物科学真进步。伊咧研究这种子吼，咧培养这种子的过程中间，伊会当将这种子好的部分来留落来，但这歹的部分来除去，吼，互这作物更加丰收，吼，这叫做品种的改良，吼，所以咱来理解，咱的生命嘛是安尼，吼，咱讲种子吼，那批评教会亲像信徒的品质，所以咱信徒的品质，咱嘛爱来改良的好势，所以牧师有2项建议。第一项就是咱爱将咱的杂质来除掉，爱除掉遐互咱生命变做无好的思想甲作为。要怎除掉？上介好的方式就是，咱每一工拢会当用上帝做咱生命的中心，才着读圣经，才着祈祷来装备咱本身。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咱知影上帝真特别，伊互无共款温数的人组成一间教会。所以咱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文书，有人有音乐的文书，伊当做音乐的服侍；有人有关怀的文书，伊做关怀服侍；有人有教导的文书，伊当做主日学老师、圣灵主日学的教导的这个人员。所以无共款的文书，伊组成这个教会。咱每一个人，咱来求上帝互咱伊伫咱生命中间所享受这个文书，会当来发挥出来。所以咱常常用较无祈求上帝，互咱温数，然后咱要建立用温数做本质的一种服侍，互咱教会当强大起来。所以咱来知影咱今年咱年度的目标的第一项就是啥物？就是培养信徒的灵命。这是就是亲像经济中间的改善这个品质，改良这个品质。咱期待透过无共款的装备课程来帮助大家。咱献开咱的手报对年初开始，咱就一直在宣扬。咱今年有真侪无共款圣灵主日学的课程新开放，互咱透过这个课程会当得到培养。咱伫3月份开始，要继续来进行马太福音书的查经班的第2个阶段。这拢是要帮助大家将咱这生命的品质来处理好势。这经济是非常重要的。第2项，政治虽然真重要，但是伊要政治正确的所在，所以这产权嘛是真重要，就是土地啦。所以教会中间咧讲土地是咱的属灵环境，爱来处理好势。所以圣经中间耶稣讲，人将伊政治参与，政治参与这个话非常重要。咱知影这挂菜子
我捌听过迄个专家研究，伊讲挂彩子你会种伫迄个风高野外吼，你无要去管伊吼，伊会当生甲真大丛，3公尺、4公尺。但是你若来种伫一个吼真好佮肥的田，伊会当生甲愈较大丛吼，超过4公尺吼。表示安那种伫真适当的所在，这非常重要。亚所捌讲一个譬如吼，这夜景的譬如咱拢真清楚。讲有一个人出去夜景，伊的经济夜景的人上款人，夜的经济上款的经济。但是有一寡种子落伫路边，飞鸟来就将伊食去。有诶第二批的种子落伫即个真浅的土的石头地顶面，无偌久吼，虽然不远，但是日头一出来，晒焦去就孤焦去。有诶种子落点伫刺皮中间，即个苗要大丛，结果刺皮来砍掉诶，伊就无法度大丛。但是有另外一杯种子也伫好土内底，伊就收成100倍、60倍、30倍。伫即个譬如中间，野种子的人是上款一个人，所野是上款一个种子，但是因为伊落伫无共款的土内底，产生无共款的结果。所以这譬如主要是讲信息被无共款的人接受，造成无共款的影响。但是咱嘛当来理解安尼。种子相款的种子品质拢相共，但是你种伫无共款的土地顶面，环境无共款，结果就无共款。所以咱种子已经准备好势，咱还有一个好的环境，互伊当长大起来。所以咱今年的第2个目标叫做塑造教会文化。所谓叫做文化，文化就是咱这个环境，咱这个属灵的环境，咱来塑造的好势。互所有的种子拢会当大长起来，结实累累。所以牧师有2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咱的家庭。咱知影教会是由真侪无共款的家庭所组成的，所以咱伫家庭中间爱有迄个好的环境伫咱的家庭中间。咱伫家庭中间用敬拜、用祈祷、用读圣经来经营咱的家庭，塑造更较好的环境，互咱的信仰更较好，灵命更较提升。咱的家庭中间有细囝咱来理解，咱细囝出来教会一礼拜尔1点钟、2点钟尔，伊大多数的时间拢甲你做伙，拢伫家庭中间，所以咱家庭的这属灵气氛来用得好势，咱这囡仔就受到祝福。这是咱来做的。第2项就是咱教会的团结甲小组。牧师有一个期待，就是讲。教会团结甲小组咱拢是用上帝话做中心。茫讲咱思考的就是上帝话，讲的就是上帝话，分享的就是上帝话，帮助大家伫这个属灵的环境顶面互相祝福，这是真重要。如果咱若将教会这个属灵的文化来培养好势，有好的种子，有好的环境，自然会产生真好的结果。咱的教会真做一个大树，但是咱伫这个结成大树的过程中间，咱嘛爱理解，是第3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耶稣讲，这个种子比其他一切种子拢较细，但是当伊大长起来，比任何菜色拢较大。伊成做一丛树，连飞鸟也伫伊枝上顶面大树。咱来看这个飞鸟其实伫犹太人的文学中间也是讲列比的教训中间，飞鸟是指外邦的国家。你来看以西结31章的第30到第6节，伊咧这个譬如是咧讲飞鸟亲像外邦的国家，有一天要进入上帝的国度中间。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教会真做一丛大树，目的毋是讲外口好看，外观好看，咱伫内底人感觉真好，毋是安尼。大树的目的是啥？吸引飞鸟来，互飞鸟伫即个大树中间也会当食饱。所以教会被设立了一个真重要的目的，就是爱将福音传播出去。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之一，爱传福音互更较侪人，有更较侪需要的人需要被拯救。所以，如果咱也无愿意安尼
咱爱记起耶稣基督讲的另外一个教训。耶稣讲有一个人伫家己的葡萄园内底栽种一丛无花果树，伊去这树骹咧找果子，找无，伊就对这个供园的人讲这3冬来，我逐冬都来这无花果树下面咧找果子，叫啥物嘛无，这丛来撤掉好啊。这个供园的人讲主人啊，拜托搁互我搁宽容1冬，等我将这个四周围的土台掘互松，加一寡肥料，看明年的结果是安怎。那明年佫无要结果子，就将伊撤掉。所以咱的教会这几冬来领受上帝祝福，咱已经吃做一丛大树。咱有一个真重要的使命，就是爱将这个福音甲其他也未明白耶稣基督的人分享，互更较侪陪教会当歇伫这个树丛内底。来遮大修，来遮食饱，来遮得到福气，这是咱的使命。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求来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互阮来到少年教会领受祝福。主，阮是一粒种子，求你改良阮的品质，互阮会当种伫这个属灵的环境中间，成长成做大树。也互大树成做真侪人的祝福，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这时要说甲来唱圣诗168首，求主复兴教会，咱起立来吟。请坐。咱这时备万心要来奉献，今仔日第一次来到咱当中的新朋友，那伫咱外面接待处，你若无写留名卡的人，伫阮的座位头前有留名卡，请你摕去填写，等下将留名卡交阮收奉献的职事，互阮有机会来介绍你。咱这时来奉献。
亲爱的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保守阮伫上帝你的园地，拢得到平安。主，阮也感谢你，使阮教业的遮清盈，使阮灵魂精英会当来到圣殿敬拜你。主，阮即时献上阮淡薄的金钱，阮较要紧要将阮的时间、财政，甲阮的性命献伫你面前，愿你甘纳来使用。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请坐。这时要来报告，周报第6页，第1点，本主日第3场礼拜后将要开召开2019年度的会员后会，敬请在职的会员会当留步参加。你若真正有代志需要离开的，请你伫外口会当请假吼。第2点，青少年牧区的干事张亚文牧师伫到正月31日结束，感谢伊伫即个教会4年偌久的服侍，自2月份起，由原团保组的干事林玉成调整为青少年牧区的干事，原影视组的干事陈嘉琪调整为团保干事，并协助支援装备的事工。第2，本会因为应武汉病毒的疫情甲相关的措施，因为教会的喙暗顺量真有限，请咱所有会友要参加聚会的人，拢会当家己早来伫些所在，咱拢伫迄所在用体温，请咱大家拢会当配合，嘛有手的消毒从即个期间尽量莫爱手用公手来代替。第3，具体关怀是本会会友林秀芬这一位的爸爸林炳宏先生伫正月16日安息，并于2月初9伫本主日在点伫台北市第1殡仪馆会得厅举行公祭，请愿这关心大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2，本会黄元聪执事伫正月20安息主怀，并且伫正月22完成火化。黄有贵乡执事娘多谢大家关心甲大德，愿上帝安慰遗族。咱全教会培灵会伫2月22就是在礼拜六9点40开始，甲下晡的4点半请咱大家来参加参加。装备委员会拄则牧师有讲过即为着咱装备咱的会友开真侪课程，请咱家己来看，尤其伫中观福音查经班咱的主任牧师有开课，这所在有真侪时间点请恁家己按照你会当时间的时阵来参加。洗礼造就班，然后咱关心的无道友，还是讲即马准备要洗礼，咱会当开始来报名。伫2月22、23、2月23、3月初8、15、22甲29，拢总有6堂的课程。过来奖学金若真讲咱的囡仔甲孙，还是青少年伫读书的也申请奖学金的，拢伫这所在有真清楚的说明。其他的大道的所在，请咱转去咱再家己看嘛，为教会做事工来祈祷。咱阵请主任牧师来欢迎新朋友。大家平安。毋知咱中间教第一遍甲咱做礼拜的兄弟姊妹，牧师来介绍恁。牧师搁一遍提醒大家，咱等下礼拜结束了，咱就要召开咱的会员和会，请大家留步咱
因为这非常时期啊，所以咱会用真紧的速度来召开结束所以请大家会当留落来留落来这是牧师的补充报告，多谢。咱即时要去三甲来吟诗送会诗，就是新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人来，咱起日来吟伫周报的4页第5页拢有吼。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亲。阿门。请坐，密道下温，将受差遣。咱请小委员各就各位